2026年1月22日，核彈級震動，美國 Donald Trump 聯俄制中同先威懾後收編嘅外交手段進入咗最瘋狂嘅階段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Donald Trump 撤回咗歐洲8國關稅。據1月20日流出嘅白宮備忘錄，呢8個國家已經秘密達成協議，承諾全面停止進口中國電動車同光伏產品，並將國防開支提高到 GDP 嘅3%。Donald Trump 嘅關稅只係手段，服從先係目的。只要歐洲願意跟隨美國對華脫歐，佢就即刻收回關稅，展現佢極致嘅談判策略。普京宣布付費加入 Donald Trump 嘅和平委員會。俄羅斯總統普京喺1月21日正式確認，俄國將會向由 Donald Trump 主導嘅國際和平委員會捐款，作為交換，俄羅斯獲得該委員會嘅觀察員席位。呢個意味住烏克蘭戰爭嘅凍結計劃已經達成初步默契。Donald Trump 承諾放寬部分能源制裁，而俄羅斯則需要出錢參與被戰火蹂躪地區嘅重建。呢個極具 Donald Trump 風格，唔理你係邊個，想上我架車就要交會費。普京呢個舉動正意味住，俄羅斯嘅戰略重心正從習近平轉向 Donald Trump。1月21日，世界外交史徹底改寫。Donald Trump 用一招關稅閃電戰逼得歐洲8國乖乖交出投名狀，斷絕同中共嘅經濟往來。緊接着最戲劇性嘅一幕發生咗。普京竟然宣布自費加入 Donald Trump 嘅委員會。普京交錢等於承認 Donald Trump 先係地球嘅話事人。Donald Trump 呢一手聯俄、收歐、孤立中共，令仲做緊中俄背靠背美夢嘅習近平徹底落單。尋日仲講緊衛星合作，今日普京就轉身去抱住 Donald Trump 嘅大腿。呢場大反轉，讓全世界睇清楚，喺 Donald Trump 嘅交易台上，冇永遠嘅敵人，只有交唔交錢嘅生意。習近平而家除咗目定口呆，剛剛先至接受得到火箭發射失敗嘅雙重打擊，今次真係禍不單行。而其餘嘅所謂歐洲元首，唔見棺材唔流眼淚，相信不久之後都要乖乖加入和平委員會。正如今年嘅直年掛天火同人，基本上若果你唔加入，就只有被人孤立，此乃必然。後記突發，總統 Donald Trump 證實，美國同格陵蘭島達成咗一項重大協議，該協議將會無限期生效。佢話協議好快就會公佈，佢令我哋得到咗我哋所需嘅一切。呢個係一項終極長期協議，仲包括礦產資源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